又40年。作者王明道，附錄4，我們是為了信仰。近30多年來，中國的教會同世界的教會一樣的，都存在着信仰方面的衝突。這種衝突是發生在基要派 （fundamentalist） 與現代派 （modernist） 之間的。基要派是信仰基本要道的，他們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信聖經中所記載的基督直同女降生，在世上傳道的時候行了許多神蹟奇事，在各各他山上為人捨命流血，成就了救贖的大功，死後3日身體復活，出了墳墓，40日以後被接升天，坐在神的右邊，將來船要再來到地上，接他的門徒，使他們復活改變，得着屬靈的不死的身體，與他自己復活後的榮耀身體相似，以後在地上施行審判，最後建立他的天國。現代派卻對這些要道都表示不信，但他們不明說他們不信，卻用一種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解釋來講解這些要道。他們說他們並非不信這些要道，他們也信，不過他們的解釋與基要派的解釋不同而已。現在我們從耀中軍所着的《黑暗與光明》一書中引出一段來，足以說明基要派與現代派中間的分歧。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10年間，是世界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空前繁榮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繁榮是由於科學的發明、技術的進步、生產的突進、生活的提高，而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於人類理性和思想的發展。人可以用理智去印治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決他的問題。這一個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去的時候，就變成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所要反對的是基要主義，前者代表進步思想，而後者則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義中，這兩派思想所爭執的主要的有5點。第一點是關係聖經的本身。基要派認為聖經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配有任何的錯。現代派卻根據聖經批評的方法，認為聖經的寫成雖然是由於上帝的啟示，但我們卻不能根據字面去解釋聖經。聖經忠實的記載了人對上帝的追求和上帝對人日進不移的啟示。聖經不是一本一字不錯的科學和歷史的教科書，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個可靠的指導。聖經所包括的時間達1000年之久，在這個長時期中，如果說傳說和記錄一點沒有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這一個爭論當中，創世記中人種由來的說法更成為辯論的焦點。基要派認為人是上帝超自然創造的結果，而現代派則接受了天演論的說法，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自然演進而成的，甚至可能原文由猿猴演變而成的。現代派和基要派所爭執的第二個題目是耶穌降世的問題。基要派認為耶穌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貞女懷孕而生的，而現代派則認為童貞女生耶穌這個故事只能把它當作一個寓言看。現代派並不否認耶穌的降生是道成肉身，但他們認為道成肉身和童貞女生沒有雜麼必須的聯繫。現代派和基要派所爭執的第三個題目是贖罪問題。基要派相信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贖罪的挽回祭，他把上帝對人的憤怒變成上帝對人的饒恕。這是17世紀宗教革命的一個基本信仰。但20世紀的現代主義者卻認為十字架只是顯示了上帝慈愛的能力，我們因為這愛就能與上帝成為一體。我們並不必相信一個憤怒的上帝，要求一種救贖的代價。現代派和基要派所爭執的第四點是復活的問題。使徒信經上說，我想信身體復活。使徒信經是第3世紀的作品，那時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樣，認為沒有身體的復活，靈性的復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穌的肉體復活是必須的，否則耶穌就未有勝過死亡。現代主義者並不否認復活，但他們認為復活不一定是肉體的復活。就是保羅自己也只相信靈性的復活。無論如何，現代主義者認為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兩派爭執的最後一點是關於耶穌的再來。
同保羅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樣，基要派相信耶穌馬上就要駕着雲彩，以肉身再度降臨世界，而現代主義者則認為耶穌再來的說法只是一個詩意的象徵，象徵着正義的征服罪惡。他們認為世界的進步是由於逐漸的演變，而不一定由於劇烈的突變，像希伯來民族彌賽亞的歷史觀所要求的。有人以為現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別是在於後者的信仰是一成不變的，而前者的信仰虛懷若谷的。一成不變則容易流於頑固，而虛懷若谷有時也會使人猶豫不定，缺少固定的道德和宗教的確信。這個爭論自始至終大概經過了4、5年，而最熱烈的一年是1922年。在基要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是紐約的萬寧主教，而現代派的健將則是紐約協和神學教授富斯迪博士。富斯迪的名字是中國人所熟悉的，他的幾本名著已由青年協會書局翻譯出版的有《猿人的模範》、《信仰的意義》、《祈禱的意義》、《服務的意義》和最近出版的《明經指南》。青年協會書局出版《耀中着黑暗與光明》第189至191面，30年來基督教思潮。本篇所引別的書中的話，所用的字和標點蓋照原文。編者注：君所講的這段話不是道引途說的。他在美國讀過3年多的神學和哲學，他所入的神學院是足於現代派的。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件事。我曾經在美國念過3年多的神學和哲學，關於基督教各方面的思想，我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我念書的學校，在當時是被認為思想最前進的一個神學校。20多年前，美國曾有過一場關於現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爭辯。所謂基要派，就是尊重信仰，不管理智，認為聖經裡每一個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一種派別。所謂現代派，就是主張用科學的態度、歷史的方法去批評、洗刷傳統基督教信仰的一種派別。我念書的神學院，就是屬於現代派的，耀中君着黑暗如光明第78面。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爭執在全世界的教會中是很普遍的。這兩種人的劃分不是以宗派為界限，因為這兩種人同時存在於許多的宗派和教會當中。不過有些教會中大多數的人是基要派，另有些教會中的人大多數是現代派而已。這種不同主要全是由於教會中的領導人怎樣領導。譬如說，一個教會的領導人是基要派，他當然熱心講聖經中的基本要道，他的同工和教會的信徒受他的領導教訓，也就注重基本要道。那種不能接受的，自然而然的就離開那個教會，總使仍然在那個教會中，他們也不能出頭露面，講他們那些與基要派相反的道理。反過來說，如果一個教會的領導人是現代派，那個教會也必要成為一個現代派佔優勢的教會。只有一些大的宗派中的領袖裡面兩派的人都有。在這種教會中，這些領袖們只有2條路可走，一條是同床異夢，彼此敷衍，另一條是根本決裂，分道揚鑣。中國的教會中雖然也有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爭執，但因為福音傳到中國的年代不久，信徒的數目也不多，傳道的人更寥寥可數。在那些基要派的傳道人中間，又沒有多少不怕得罪人的人，因此二者中間尚沒有太多太劇烈的爭執。將軍所說在美國教會中所發生的，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現代派的勢力就逐漸發展起來。這兩派中間發生爭執，是不是一種好現象呢？是，肯定是。這兩派不可能相容讓，也不應當相容讓。溫承認現代主義所要反對的是基要主義。事實上，基要主義也必然要反對現代主義的，因為現代派國中承認信聖經、信基督，實際卻把聖經和聖經中的基督都一齊推翻了。我們引溫的話來證明一下。在基督教的教義中，這兩派思想所爭執的主要有5點。第一點是關係聖經的本身。基要派認為聖經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配有任何的創。現代派卻根據聖經批評的方法，認為聖經的寫成
雖然是由於上帝的啟示，但我們卻不能根據字面去解釋聖經。聖經忠實地記載了人對上帝的追求，和上帝對人日進不二的啟示。聖經不是一本一字不錯的科學和歷史的教科書，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個可靠的指導。聖經所包括的時間達1000年之久，在這個長時期中，如果說傳說和記錄一點沒有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這一個爭論當中，創世記中人種由來的說法更成為辯論的焦點。基要派認為人是上帝超自然創世的結果，而現代派則接受了天演論的說法，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自然演進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變而成的。這是怎麼話呢？既認為聖經的寫成是由於上帝的啟示，又說不能根據字面去解釋聖經，那麼當根據雜麼去解釋呢？既說聖經忠實地記載了人對上帝的追求，和上帝對人日進不二的啟示，又說現代派則接受了天演論的說法，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自然演進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變而成的。如果現代派對於人類嚟源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麼至少聖經的頭幾章就成為荒誕離奇的神話了。又怎能說聖經是由於上帝啟示呢？現代派說聖經所包括的時間達1000年之久，在這個長時期中，如果說傳說和記錄一點未有錯，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應當曉得古代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的重視舊約，使徒去世後的教誨是如何的珍貴，使徒所寫的福音和書信，他們一直是很慎重的用手抄錄在羊皮卷上，又很慎重的保存起來，這個不能用傳說來代替。至於在當時抄寫和記錄的時候發生微小的錯，例如將一個字寫錯或遺漏了幾個字，這倒是不能免的。我們常常發現幾種聖經古卷有着小苦不同的記載，就是一個例證。但將創世記的前幾章完全推翻，和這件事就不可同日而言了。如果現代派所主張的是正確的，他們就應當清清楚楚的說，聖經的頭幾章完全是荒誕虛構，不值一笑。如果聖經的頭幾章是荒誕虛構，不值一笑的記載，那麼全部聖經有多少部分不是荒誕虛構，不值一笑，便很難決定了。一個人有自由可以信人是由於自然演進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變而成的，但他這樣信的時候，就不該再承認聖經是由於上帝的啟示，更不該再承認聖經忠實的記載了人對上帝的追求，和上帝對人日進不二的啟示。現代派和基要派所爭執的第二個題目是耶穌降世的問題。基要派認為耶穌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貞女懷孕而生的，而現代派則認為童貞女生耶穌這個故事，只能把它當作一個預言看。現代派並不否認耶穌的降生是道成肉身，但他們認為道成肉身和童貞女生沒有雜麼必須的聯繫。上文我們證明現代派推翻了舊約中的創世記，這令我們看見他們把新約中的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推翻了。在這兩卷書中明明記載着耶穌是由童女瑪利亞生的，現代派卻說童貞女生耶穌這個故事，只能把它當作一個預言看。童貞女生耶穌明明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代派卻說把它當作一個預言看，那就是說根本就沒有耶穌這麼一個人。不過古人編了一個預言，寫出來供人欣賞一下皮了。照他們所說的，1900多年以來，世上千千萬萬基督徒所信仰的、所傳揚的耶穌，根本就不是一個實在有的人，乃是一個預言中所虛構的人物。好荒謬的基督教，好可憐的基督徒。現代派所信的耶穌，原來竟是這樣的一個根本沒有的人，怪不得他們所講的是那樣空洞，那樣不能使人滿足了。現代派並不否認耶穌的降生是道成肉身，但他們認為道成肉身和童貞女生沒有雜麼必須的聯繫，稀奇。現代派不信馬太和路加兩卷福音關於耶穌乃童女降生的記載，卻又信從約翰福音中所說的道成肉身的記載來。我不知道他們根據雜麼標準嚟分別聖經中的哪一段可信，哪一段不可信。現代派認為道成肉身和童貞女生沒有雜麼必要的聯繫，我們認為這兩件事的聯繫十分密切，十分需要。如果他是道成肉身，他就必須是由童女生的。我們不是道成肉身，因為我們是由父母生的。
在父母未曾生我們以前，天上地下並沒有我們這些人。主耶穌在未曾降世以前，早就與神同在了。他是那位太初與神同在的道。他只是藉着童女瑪利亞的肚腹成為胎人，降生在世上。如果他也需要由父母所生，他便不是太初與神同在的道。如果道成肉身仍必須由父母所生，那麼世上一切的人都可以說是道成肉身了，那又何必單單信耶穌是道成肉身呢？現代派和基要派所爭執的第三個問題是贖罪問題。基要派要相信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贖罪的挽回祭，他把上帝對人的憤怒變成上帝對人的饒恕，這是17世紀宗教革命的一基本信仰。但20世紀的現代主義者卻認為十字架只是顯示了上帝慈愛的能力，我們因為這個愛就能與上帝成為一體。我們並不必相信一個憤怒的上帝，要求一種救贖的代價。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人的罪使人與神隔絕，使人遭遇各樣的禍患，使人死亡。神藉着耶穌在各各他山上成全了救贖的工作，為人類作了挽回祭，因此才有福音傳給我們，告訴我們說，我們因信那位替我們捨命流血的主，罪惡才能得赦免，才能進到神的面前，被稱為義，得成聖潔，得蒙重生，得作神的兒子，得着永遠的生命。就是因着信這個福音，我們才有喜樂，才有盼望。現代派所講的，既然沒有救贖，當然也就沒有赦罪，沒有永生，沒有希望，那樣基督的福音根本就不能稱為福音，不過是一套騙人的謊言而已。耶穌替人贖罪的道理，神在舊約中就屢次藉着預表和預言把它顯明出來。在新約中，主耶穌自己明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章28節，他在與門徒最後同吃晚餐的時候，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26章27節、28節。使徒在傳道的時候，並在他們寫書信的時候，也都屢次講論救贖的重要性，並我們因着基督在各各他山所成全救功而得的福分。否認救贖，便等於推翻了舊約，也推翻了新約，更推翻了整個的福音。怪不得他們倉出所謂社會福音這一個名稱了。現代派和基要派爭執的第四點是復活的問題。使徒信經上說，我相信身體復活。使徒信經是第3世紀的作品，那時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樣，認為沒有身體的復活，靈性的復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穌的肉體復活是必須的，否則耶穌就未有升過死亡。現代主義者並不否認復活，但他們認為復活不一定是肉體的復活。就是保羅自己也只相信靈性的復活。無論如何，現代主義者認為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現代派撇開聖經不談，而談使徒信經，並說使徒信經是第3世紀的作品。那時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樣，認為沒有身體的復活，靈性復活就不可能。他們不說聖經上清楚講到身體復活的真理，卻說第3世紀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樣。這麼一來，就把聖經上的真理一變而為第3世紀基督徒的看法，以後又把他們的看法和那些拜假神的埃及人參在一處。現代派就這樣歪曲了聖經中的真理，否認了聖經的真理。基要派相信耶穌的肉體復活是必須的，否則耶穌就未有升過死亡。這就是聖經中的真理，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但基要派這樣信，最早這樣信的是主耶穌的使徒和那時的教會。主耶穌的身體從墳墓裏出來了，他把裹頭巾和身上所包的細麻布都丟在墳墓裏。約20章4至8節。他復活以後，用苦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的國的事。圖1章3節。使徒們最初信不過他是復活了，但他們看見了他的手和他肋旁的傷痕，
約20章20節、26至29節，也看見了他的手和他的腳。路24章38至40節，他們又看見他在他們面前吃了他們所給他的燒魚。路24章41至43節，又聽見他給他們講解舊約的預言。路24章44至47節，他們才不能不信。從使徒的時代到今日，所有真信耶穌的人都信耶穌身體復活的事。不信這件事的就不是基督徒，不信這件事的就不能得救。因為經上的話說：你若國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人裡復活，就必得救。羅10章9節。現代主義者並不否認復活，但他們認為復活不一定是肉體的復活。就是保羅自己也只相信靈性的復活。無論如何，現代主義者認為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復活不一定是肉體的復活，這是怎麼話呢？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一定怎麼講呢？這個國氣和夏娃在伊甸園中所聽見的那一句話很相似：你們不一定死。現代派對耶穌身體復活的事不能說是，因為他們並不信這件事，但他們也不敢說不是，因為那樣說，人就不承認他們是基督徒。在這眾兩難之間，他們就選擇了這個圓滑的說法：復活不一定是肉體的復活了。就是保羅自己也只相信靈性的復活。這句話不知道是根據怎麼說的。我們不妨把使徒行傳裡所記載的保羅所說的話和保羅所寫的10幾封書信都詳細讀一遍，看看他在哪一段裡說過只相信靈性的復活。好不好容我們逗逗他所寫的一段重要的話：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並且你們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3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基法看，然後顯給12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存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15章1至8節。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3天復活了，而且顯給這麼多的人看。保羅所信的基督的復活究竟是身體復活呢，還是靈性復活呢？這裡不是說得十分清楚了麼？我真不曉得現代派鬥經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鬥法，竟配讀出這麼一個列論來，就是保羅自己也只相信靈性的復活。這還不是捏造謊言、妄作驗證？無論如何，現代主義者認為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讓我們拿這幾句話和聖經上的話作一個對比皮。既傳基督是從死人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未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驗證的，因我們驗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未有叫基督復活了。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靈。但基督已經從死人裡復活，成為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在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當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盡沒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只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王。林前15章12至28節。我們將這幾段經文詳細鬥幾遍，就確知基督的身體從墳墓中復活了，成為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又知道屬基督的人在基督嚟的時候也要復活，最後地上一切的人都要復活。這是基督教中幾個最基本的要道之一。沒有身體的復活，就沒有基督的福音。現代派竟說出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一個大謊言。這般人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真信耶穌的？我們船看不出來麼？兩派爭執的最後一點是關於耶穌的再來，同保羅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樣，基要派相信耶穌馬上就要駕着雲彩，以肉身再度降臨世界，而現代主義者則認為耶穌再來的說法只是一個私意的象徵，象徵着正義的征服罪惡。他們認為世界的進步是由於逐漸的演變，而不一定由於劇烈的突變，像希伯來民族彌賽亞的歷史觀所要求的。現代派既然承認同保羅和古代基督徒一樣，基要派相信耶穌馬上就要駕着雲彩，以肉身再度降臨世界，可見他們也清楚知道這是從使徒到今日真實的基督徒所共同信仰的要道了。他們卻否認這寶貴的信仰。他們說耶穌再來的說法只是一個私意的象徵，象徵着正義的征服罪惡。耶穌再來的應符是全部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所多次講明的。舊約的先知曾預言這件事，主耶穌也曾親口多次述說這件事。使徒們在他們的講道和他們所寫的書信中，也有數不勝數的話講解這件事。天使也曾為這件事作了驗證。這是基督徒的盼望和榮耀，也是基督徒的安慰和喜樂。是這個應符使那些使徒們不怕下監，不怕挨打，不怕被殺，卻仍勇敢的將福音傳開。是這個應符使古代的聖徒們唱着讚美的詩歌走向刑場，慷慨就義，視死如歸。是這個應符使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充滿了喜樂，使我們奮發前進，殷勤工作。是這個應符使我們在看見我們所親愛的人去世的時候不感覺悲傷，因為主必親自衝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筒，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船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4章16節、17節。保羅因着這個應符曾向死亡誇勝，從那時到今日，有千千萬萬的聖徒也和他們一同這樣誇勝。聽他說：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扭胚的不能承受不扭胚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胚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胚的總要變成不朽胚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胚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胚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生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啊，你得生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裏？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勝利。林前15章50至57節。這麼重要的一樣真理，竟被現代派用私意的象徵一個名詞輕輕的否認了。這又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大謊言。你能承認這般人是基督徒麼？沒有了，一切都沒有了。耶穌藉童女降生是一個預言。
耶穌捨命為人贖罪，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十字架只是顯示了上帝慈愛的能力。是否相信肉體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耶穌再來只是一個詩意的象徵。創世記不可信，先知書不可信，福音書不可信，使徒的書信不可信，先知的預言不可信，使徒的驗證不可信，主耶穌親口說的話不可信。這樣，聖經中一切的要道就都被現代派否認，推翻得一乾二淨。船剩下了什麼呢？船剩下了什麼呢？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就是現代派的信仰，這就是現代派的真相。我稱他們為不信派，是不是冤枉他們？是不是對不住他們？近20-30年，在我國一些大都市中的教會裏面，都發生過這種基要派與現代派的衝突，雖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沒有的。前燕京宗教學院院長趙子臣君所寫《耶穌傳》，就是一本中國現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所出版的關於基督教的書籍，絕大部分是現代派所寫的。《耶穌傳》就是該書局所出版的。溫也告訴我們說，現代派的健將則是紐約協和神學教授富斯迪。溫又告訴我們說，富斯迪的名字是中國人所熟悉的。他的幾本名著已由青年協會書局翻譯出版的《有緣人的模範》、《信仰的意義》、《祈禱的意義》、《服務的意義》和最近出版的《明經指南》。除了鄉村的教會以外，全國各大都市的教會中的領袖多多少少都知道中國的教會也像全世界的教會一樣的有基要派和現代派的衝突。我這30年來不斷的用國講、用不捨，警告教會防備不信派，我這樣稱呼他們：敵當不信派、遠離不信派，又警告教會萬不可與他們相交，勿不可與他們聯合。我不能看着這些人混亂主的正道，敗壞神的教誨。我拼上一切和他們戰鬥。我曾和他們戰鬥了30年之久。如果我的主暫時仍不回來，我將要靠着他們復活的大能，繼續與他們戰鬥。我願意讀者明白，我們各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我們應當尊重別人的信仰，別人也當尊重我們的信仰。但那是指着不同的信仰說的。有人信別的宗教，我們不當攻擊他們；有人不信任何宗教，我們也不當攻擊他們。正如信別的宗教的人不當攻擊我們作基督徒的，不信宗教的人也不當攻擊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樣。但對教會中的不信派，就不能相提並論了。這些人並沒有信仰。他們不信耶穌，他們不是基督徒，但他們偽裝基督徒，混在教會裏面，講一些似是而非的虛構的道理，去迷惑信徒，敗壞信徒的信心。這些人是教會中的竊賊，是混入羊群中的披着羊皮的豺狼。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起來揭穿他們的真相，反對他們，使他們不能傷害神的羊群。對這些人談不到尊重，更談不到團結。根據聖經上的教訓，我們根本就不可接他們到家裏，也不可問他們的安，因為問他們安的，就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約2 9至11節。談過了現代派的真相以後，我要談談近日我在天風周刊上鬥過的幾篇文章。那一年1955年5月16日天風周刊第19期中，刊載了崔憲陽君的一篇文章。如今我引出他所講的一段話來。這個團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為原則。我們都知道，基督教納雖有許多不同的神學派別，然而我們的信仰基本上卻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為在基督徒當中，對於這個相同信仰的認識、體會和經驗是多少有些輕重、深淺、輕此重彼的分別。換句話說，就是各宗派、各團體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那麼所謂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這種大同之中的小異。大同之中必有異，但是小異無礙於大同。正如同胞的弟兄姊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但是耳、目、國鼻、膚色、身段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而這些不同的地方
並無妨於他們的成為同胞弟兄姊妹。假設大家的信仰從基本到細節都是完全一致的，那又何必再談什麼互相尊重呢？天風週刊1955年19期第2面。崔君所說基督教納雖有許多不同的神學派別，然而我們的信仰基本上卻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說各宗派、各團體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那麼所謂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這種大同之中的小異。大同之中必有異，但是小異無礙於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說我們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現代派？如果說崔君根本不知道教會中尚有基要派和現代派的對立，那未免太小看崔君了。崔君不是鄉村或小縣城中的傳道人，崔君是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他絕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現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絕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現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乃是冰炭不能併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現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麼他所說的這幾句話就不是實話。如果崔君認為基要派和現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異，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屬於現代派的，而且在這一點上，他不及要忠君誠實，因為君毫不隱諱的說明，現代主義所要反對是基要派主義，前者代表進步思想，而後者則代表保守思想。溫又毫不隱諱的說明基要派和現代派在5件重要真理的看法上是完全不相同的。溫在他所寫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毫不隱諱的說明他自己的信仰。他說，在過去30年中，我的思想經過2次巨大的轉變。第一次，我接受了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我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這是一段頗有意思的思想歷程。現在為要向讀者領教起言，我就把它簡略地敘述在後面。是30年前一個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位美國朋友的家裏，初次讀到馬太福音裏的登山寶訓，像閃電一般，這3章書好似把我從睡夢中震撼起來。我睜開眼睛，我看見一個異象，我看見一個崇高偉大的人格，尊嚴、溫厚、深刻、銳利。他把握了我的靈魂，他幾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後，我快樂，我歡呼，我感動到流淚。我不由自主地對這個異象說：主，你是我的救主。登山寶訓究竟給了我什麼呢？在陶醉着的當時，我是無法理解，就是在30年後的今日，我全是說不出來。如果逼着我說，我就只有勉強用幾句包羅萬象，卻是詞不達意的話來描寫他說，登山寶訓給了我一個滿意的人生哲學：追求真理，不計利害，精誠相愛，塔己達人。登山寶訓是教訓，然而他不只是教訓，在他背後有一個身體力行的人，那就是耶穌。這幾章書所以對我有如此的力量，就在於此。而耶穌之所以成為偉大，使我不得不稱他為救主者，也在於此。然而問題嚟了，在聖經中，登山寶訓是最明白淺易而沒有神秘性的一部分。聖經的其他部分就不然了，它有神蹟，有離奇的預言，有神怪玄妙的思想。在福音書中，在記載同一事件的時候，船有互相出入矛盾的地方。除了聖經本身以外，基督教神學船有一套直接地或間接地從聖經引申出來的信仰：道成肉身、童貞女生耶穌、復活、三位一體、末日審判、耶穌再來等等。這些都是荒誕離奇、不可理解的信仰。牧師們也承認他們是不可理解的，但他們卻說，只要相信，慢慢就會明白。我對於這些信仰，無論怎樣勉強自己，始終不能接受。原先吸引了我，使我相信基督教的是登山寶訓，是耶穌平易接近而沒有神秘色彩的教訓。至於其他的這些東西，我不感覺對他們的需要。我認為不信他們，
對於我的宗教信仰並無影響。耀中君著黑暗如光明第76面基督教與唯物論，溫毫不隱諱的說明道成肉身、童貞女生耶穌、復活、三位一體、末日審判、耶穌再來等等，這些都是荒誕離奇、不可理解的信仰。又說，我對於這些信仰，無論怎樣勉強自己，始終不能接受。他沒有承認現代派與基要派的信仰基本是相同的，他也沒有說現代派與基要派是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崔君絕不可能不知道教會中有基要派和現代派的對立，他卻說信仰基本上卻是相同的，又說大同之中存在着小異，我便對崔君的誠實不能不有問題了。我又在今年3月28日《天鳳週刊》第12期中看見了丁光訓君的一篇發言，我把他發言的後半論到信仰的話摘錄下來。現在我要就我們之間的團列問題說幾句話。就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們的這時候，也就是帝國主義必須加緊利用基督教的時候，也就是帝國主義巴不得我們不團結的時候，也就是全國人民期望我們基督徒進一步加緊團結以反對帝國主義陰謀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少數人正在製造分裂。在帝國主義正要我們分裂的時候，我們就有了分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據說團列的阻礙是信仰問題，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為這裏面有雜麼信仰問題。我很懷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種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團列呢？船是為某種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團結而誇大信仰上的分歧？究竟我們的基本信仰有雜麼不同？我們所信的不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因此可以說信仰不同。我們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聖經，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贖，同蒙一位聖靈的帶領。當然各宗教在信仰上、生活上、組織上各有特點，但這只能說明基督教的豐富，這只能引起我們的感謝，哪裡能作為分裂的直覺呢？保羅不是曾說過嗎？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聖靈卻是一位。羅12章6節，林前12章4節，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因為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於上帝。林後4章15節，教會2000年來在信仰上從來沒有清一色過，只有人為的東西才是清一色的。我們看神自己的創造，它是百花齋放的，它是豐富多彩的。主為什麼要給我們4本福音而不是1本呢？為什麼新約裡面除了保羅以外傳給我們彼得、雅各、約翰呢？就是要我們進入主的豐富，享受主的豐富。我親身經驗到三自愛國運動尊重各教會在信仰方面的特點，互相尊重的原則足夠保證擁持信仰，也不必因參加這運動而作一點一撇的修改的。不論在火車裡或別的地方，當基督徒發現別人也是信主的時候，心中是多麼高興，這是正常的、健康的。可是現在有人發現了別人的基本信仰和他一樣時，不但不感謝主，反而拼命尋找分歧點，誇大分歧點，把我們在信仰上和反帝愛國上的一致全部抹殺。他們的氣焰很高，可是我找不出些微的感謝、些微的愛心、些微的榮耀主名的心。我們在裡面所摸到的倒是冷酷、仇恨。如果說信仰上的阻礙真是這樣大，那麼我們知道，在反對三自愛國的人們中有一些人連三位一體的道理也否認的。他們信仰上和你們的距離夠大的了，你們怎麼從來沒有說過一句非難的話呢？更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隨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對別人亂扣，這是怎麼行徑呢？我們說話應當在神面前負責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經為他死了，我們不稱他為弟兄，我們反稱別人為不信派，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詛人，叫神不救他們，定他們的罪，排斥他們於天國之外。我們是誰，敢在神面前這樣妄作驗證，誣陷別人？我們能負得了這責任嗎？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婦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羅14章3至4節。哥林多教會中有人批評保羅不足基督，保羅就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自己以為是足基督的，你們當想一想，你如何足基督，我也如何足基督。有時候，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信徒以為，從反帝愛國的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些人對團結的道理很對；然而從信仰的靈性的角度來看，他們的不團結的道理就對了。我說上面的一些話，因為我認為，我們應當向信徒們說清楚，從反帝愛國來說，他們該來團列，他們該來團列；從信仰來說，他們不肯來團列也是完全站不住的。我贊成我們把這團結的道理，去和他們的信徒們見面。天風週刊1955年12期第7面。丁君在這一段話的開頭發了一個問題說：就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們的時候，也就是帝國主義必須加緊利用基督教的時候，也就是帝國主義巴不得我們不團結的時候，也就是全國人民期望我們基督徒進一步加緊團結以反對帝國主義陰謀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少數人正在製造分裂。在帝國主義正要我們分裂的時候，我們就有了分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好陰險的存心，好惡毒的誣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開不提，單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和帝國主義加緊利用基督教兩件事扣在那些為要保持信仰的準結而堅決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數人正在製造分裂。分裂還是製造出來的呢？分裂還是從現在起始的呢？願在25年以前，我就大聲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離。在1930年1月23日，我寫了一篇合一呢？分離呢？在那一篇裏有以下的幾段話：合而為一的呼聲，是我們今日在教會中常常聽見的。這呼聲誠然是出於聖經，每個信徒都當聽從。不過，撒旦也會利用這種呼聲來敗呸真理知識淺薄的信徒。我們現在要用神的光輝來燭照他的詭計，不容他再請他的奸謀。撒旦從古以來就千方百計地當捉神的人，從各方面向我們大肆攻擊。歷來教會遭遇種種的迫害，莫不有撒旦在背後推動。哪知外界的逼迫越劇烈，聖徒越熱心越堅固，他們的信心也越增加。撒旦見機不得逞，便又唆使捉他的人混進教會裏面，用狡詐詭譎的方法來敗呸屬神的人。撒旦知道屬神的人藉着信心能以得勝，所以他就用捉他的人，在這最要緊的地方下手，先破壞信徒的信心，教訓信徒說聖經不全可信，神的應許與預言不可信，神的震怒與審判不可信，神的救法與大能不可信。凡神要捉他的人篤信的要道，撒旦的使者都用那似是而非、猶豫兩可的話來解說。因此，許多軟弱的信徒都大大受了不信派的敗壞。神不忘記他的教誨，他看見撒旦這樣藉着不信派的酵，敗呸了他的教誨，便興起捉他的人出嚟抵拒不信派的教訓。於是為真道而起的戰爭，便在教誨中發生了。忠心侍奉神的人，在這種緊要的關頭，應當怎樣投米奮起，為道作戰？陳當怎樣糾正不信派的創？若是不信派一味不信，不肯悔改，屬神的人便應當與他們分離，才是正理。不料一些不信派領着許多無知的信徒隨着，竟高高唱起合而為一的論調來。他們說，基督徒切莫因着種種的小問題分門別戶。其實信仰是最大的問題。基督曾教訓他的門徒當合而為一。我們作基督徒的，當本着基督的教訓聯合起嚟才對。於是合一的呼聲越唱越高，詼明要合一，管理要合一，佈道事業要合一，社會事業要合一，再進一步，信聖經和救恩的與不信派要合一，教會與社會要合一，基督與撒旦要合一，光明與黑暗要合一，合一，這種合一的結果，不過做出一座大巴比倫城皮了。每一個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兩種或幾種物質必須性質相同方能合一，否則絕無合一之可能。
總使勉強將二者合一，結果必致發生一種惡劣的現象。基督求公使他的門徒合一，使徒教訓教會合一，因為這些人性質是相同的。叫信徒與不信派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人合一，是一件極不合理的事。前一種是領受了神的道，信基督是父所差來，遵守了神的道，不觸世界，而為世界所恨的人；後一種是疑惑神的道，以基督為傑出的人，不遵守神的道，觸乎世界，而且大得世界歡迎的人。前一種是在基督耶穌裏靠着他的血已經得親近神，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信靠主耶穌，親愛眾聖徒的人；後一種是不信寶血的功能，因而與神隔絕，為名餘利將耶穌賣給仇敵，不信主耶穌，譏笑眾聖徒的人。主耶穌未曾求父使這兩種人合而為一，保羅也未曾教訓教會說這兩種人當合而為一。冰與火怎樣不能合一，這兩種人也是照樣不能合一，並且他們也絕不當合一。合而為一的教訓，竟是這樣被人所謬解、所利用，真是可嘆到極點了。聖經中的教訓諄諄的勸勉教會當合而為一，但同時又提醒信徒要遠離抗拒真道的假弟兄與沾染污穢的人。可見得合一的意思，絕不是叫信徒與不信派並種族的假信徒合一。屬主的人應當與這些人分離，唯有屬主的人要在愛裏合一，因為他們的信仰同、心志同、希望同、標準同，所以他們合而為一，不僅是應當的，而且是能以作到的。論到合一的教訓，今日教會中有一種極可惜的狀況：苦多熱心愛主、真有信仰的基督徒，在這合一的教訓上，不是太狹，就是太寬。太狹的，抱定為我獨是的見地，對於其他信徒，不論他們是怎樣熱誠、怎樣愛主，只要是聖道上的見解與我略有不同，便視為毒蛇、魔鬼、攻擊、排斥，不遺餘力，現了面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提起來便不住的指斥、批評，將聖經中合而為一的教訓完全捨棄不顧。太寬的呢，不僅容納與我見解不同的信徒，連不信派與假信徒也一併容納起來。他們常說，同是信耶穌，何必斤斤於細節，何必分雜麼新舊？該我們照着主的教訓合而為一皮。不錯，合而為一是主的教訓，但合而為一絕不是這樣解釋的。種種經緯不分的合一，非但無益，反饋使撒旦在教會中大得作工的機會，最後必致發生給悲慘的結果。近年來，教會的黑暗腐敗在在可言，加以不信派在教會中又進行了不少敗壞信徒信心的工作。苦多信徒非但不知聽從主命，而與惡勢力分離，反倒盲充別人，盛倡雜魔聯合運動。我們明知道這種經緯不分的合一是只能有害，絕不配有益的。可惜苦多信徒卻是存有迷蒙理。作者寫這一篇，正是希望這種在真理上傳不夠清楚的信徒，能及早醒悟過嚟，與真實有信仰、熱誠愛主的人合一，同時要與不信派並惡勢力分離。1935年12月9日，我又寫了一篇謹防假師傅。在那一篇的末了，我提出10項防備假師傅的辦法來，其中的第4項是不可與有假師傅掌權的教會或有假師傅在其中作領袖的教會團體聯合。1936年10月14日，我又寫了一篇給今日教會的一個嚴重的警告。在那一篇裏，我寫了這樣的幾段話。在以往的幾年中，作者曾屢次着論辟解不信派，即新神學派的謬妄，並勸誡信徒謹防這些誘惑人的假師傅和他們所講的偽道。最近幾年來，苦多信徒已經漸漸的會分辨怎麼是聖經中的真理，怎麼是人所捏造的假道理，並且在苦多地方，篤信聖經的信徒已經如那些迷惑人的假師傅和他們當權的教會或團體分離，這真是一種極可欣喜的現象。但是同時，我們又看見一件極令人悲痛的事，就是存有一些篤信聖經的信徒，既明白了真道和偽道的分別，卻仍與那些講偽道的假師傅和他們掌權的團體聯合。如果這些信徒並未曾明白偽道的創，他們這樣做，我一點都不責備他們。但如今他們清楚明白了假師傳所傳的偽道是怎樣創，是怎麼危險，卻仍然與這些假師傅和他們掌權的團體聯合，這真是不可寬恕的事了。
怎樣創，是怎樣危險，卻仍然與這些假師傅和他們掌權的團體聯合，這真是不可寬恕的事了。豈止於許多信徒這樣作呢？苦多為神作工的人和苦多自命為信仰準正的教會的領袖，不也常這樣作麼？我們不是常看見許多自命為信仰純正的傳道人和教會的領袖，去參加不信派所召集的這個大會那個大會麼？不是有許多篤信救要道的傳道人與那些傳所謂社會福音的領袖聯合提倡種種事業，攜手印辦種種工作麼？不是有許多注重保守聖經真理的教會，經常邀請不信派的領袖去演講、去指導麼？我們不是常看見那些不信派的領袖一發起雜魔運動，便有許多素日自認篤信福音的信徒和傳道人也隨着搖旗下麼？我們不是又常看見自命為信仰純正的教會，遣送學生到不信派的教雲執教的神學院裏，去受那種新神學的教育麼？這種種的行為，在神面前是不忠心，因為不信派所講的偽道是混亂聖道，與神為敵，與不信派聯合，就無異於背叛神。對於人的一方面，又是極有害的。與不信派聯合，既足以增加他們的聲勢，又能使苦多信仰不堅固、知識不充足的信徒直接、間接受到苦多的胚影響。一個教會的領袖雖然有純正的信仰，也很敬虔愛神，若是他們不與不信派完全隔絕，這個教會就總不配到一種十分熱誠屬靈的地步。一點麵教能使全團都發起來。一個好的教會的領袖去參加不信派召集的大會，或是與不信派聯合倡辦種種事業，或是稱不信派演講，或是將不信派所提倡的種種運動、種種方法介紹到教會中來，都無異於拿新麵團去與惡教互相參雜，結果是絕不會好的。將熱誠愛主、有志為神作工的青年送到不信派掌權的神學院裏去讀書，那是魔鬼最歡迎無比的事。苦多熱誠愛主、有志為神作工的青年男女聖徒，就是這樣被不信派的神學教授毀壞到不堪言狀的地步。着這幾年前在一個大城裏講幾天道，末後一天見證會裏，趁以引見一位神學院的學生作見證，說他在未入神學院以前，篤信聖經中一切的要道，那時他的心火熱得很。後來進這個神學院讀書，不到2年的功夫，對於以前所信的要道，差不多都加上了問號，都懷疑起來，同時熱心也完全變冷。他又說，他感謝神，現在又領他出離黑暗，進入光明。我所舉的不過是苦多相同的事件中的一件，這一類的事船有苦許多多，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啊！聖經中有一段極嚴重的教訓，告訴我們應當怎樣遠離那些背棄真理、傳錯謬道理的人。說，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因問他的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約2:9至11節，向那迷惑人的假師傅問安，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何況與他們聯合呢？讀過這一段經訓，我們便曉得屬神的人與傳偽道的不信派聯合，或參與他們的聚會，或稱他們講道，或送學生到他們的面前受教，在神面前真是大惡了。罪惡的勢力日漸發展，撒旦的工作日漸緊張，神向他的教會所發出的呼聲日漸顯明。屬神的人啊，趕快起來，遵行神的命令，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奮勇打那美好的仗。這幾篇文章都曾在靈食季刊中發表過，以後又印在真偽福音辨一書中。請丁君看看這本書，就可以知道25年我就堅決呼喊分離，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離，乃是要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離。丁君說，在帝國主義正要我們分裂的時候，我們就有了分裂，這是怎樣一回事呢？丁君似乎已經發現了雜魔證據，證實了帝國主義和我們就有了分裂有着某種關係。但丁君又不明說他得了雜魔證據，卻用一句問話來使讀者自己去取測。好在無論取測出一個雜魔樣的列論來，丁君都可以不必負任何責任，因為丁君並沒有明說這怎樣一回事。耀中君告訴我們說，美國的基要派和現代派中間曾發生過爭論，而最熱烈的是1922年。
在基要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是紐約的萬寧主教，而現代派的健將則是紐約協和神學教授庫斯迪博士。不知道丁軍曾否高查過他們中間的這種爭論是否被帝國主義所利用？是否帝國主義要他們分裂？海子在美國呢？稍明白一些世界教會大勢的人都曉得基要派和現代派在全世界各處都曾發生過衝突，而且仍在繼續着衝突。幸而有這種衝突，不然教會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了。難道這些衝突全是帝國主義所挑起來的麼？豈止今日的教會呢？丁軍是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的院長，對教會歷史所知道的一定比一般的基督徒所知道的更多。1000幾百年來，教會中因信仰所發生的衝突，難數算有多少次。苦多聖徒為着信仰，不惜捨棄了他們的性命。開始使用的。我用這個名稱稱這種人，已經有26年之久了。1929年4月3日我所寫的那一篇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裡面有這樣的一段話：有許多信徒不能清楚分辨真理與謬誤，但稱呼篤信聖經的信徒為舊派，稱呼不信聖經的人為新派。意思是說，前一種人接受歷代教會是舊的道理後，一種人推崇近代發明翁新的講解。這兩種稱呼實在是很不擇宜的。神的真理是最舊的，舊約前幾卷的成就遠在3000幾百年以前，全部聖經至今也有將近2000年的歷史。神的救贖法在人類起始犯罪的時候就已經顯明。現創3章15節至21節。他的算照在創立世界以先就已經預備完妥。見林前2章7節，忽1章4節。同時神的真理也是萬古常新的。他的言語在古時怎樣有能力，在今日仍然照樣有能力。基督在古時怎樣能救罪人，他在今日仍然照樣能救罪人。神既是真實永存的，他的言語、他的作為、他的救法、他的應許、他的意旨，就必定古今如一。世界是逐漸改變的，世人也是逐漸改變的，但神的真理卻是永不改變，因此他也永遠是新的。我們決定要不要接受一種道理，不當看它是新是舊，乃當看它是真是假，是正是邪。我們承認教會中有不少屬人的舊遺傳，我們不因這些是舊的便接受他們。我們也確知屬神的人藉着聖靈的啟迪，在聖道上常有新的發現，我們也不因這些是新的便拒絕他們。唯獨背負真理的創，它是舊的，我們應當離棄；是新的，我們也要拒絕。不信派將聖經中種種的要道，凡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都一概抹殺。他們中間有些人公然說這些道理都不可信，也有人說我們不必注重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其實這些事都是十分緊要。船有人改變經上明確的記載，捏造謊言去謬解這些道理。他們的說法雖有種種的不同，但他們的不信卻是一樣。他們不信神的全能與全知，他們不信基督的救贖、復活，並他的再來。他們已經顯然是不信的人，就稱他們為不信派，還不是名副其實。幾個重要的問題。第5面，丁軍說，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經為他死了，我們不稱他為弟兄，我們反稱別人為不信派，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詛人，叫神不救他們，定他們的罪，排斥他們於天國之外。是的，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信基督的自然就是我們的弟兄。但如果有人自稱是基督徒，卻不信聖經上的基本要道，他們絕不是我們的弟兄，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基督徒。如果有人一定要我們稱這般人為弟兄，那麼我們只有稱他們為假弟兄了。至於說我們用不信派這個名詞，便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詛人，這話說得更沒有道理了。不信派這個名詞裡並沒有控告人、咒詛人的意思，他不過是說明了一件事實而已。保羅確曾說過一段咒詛的話：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的恩召你們的，去充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章6至9節。加拉太教會中有人講守律法，受過禮才能得救。保羅稱這種道理為別的福音，並且替神宣布了咒詛。現代派所講的道理比那種守律法、受過禮才能得救的道理更荒謬、更背道、更敗壞人的信心，因此也就更應當被咒詛。丁君引現了一個不信派的名稱，就那樣擔心，不知道他讀了這一段經文，心中又會發生怎樣的感想。丁君又說：我們是誰，敢在神面前這樣妄作驗證，誣陷別人？我們能負得了這責任嗎？有些人自稱是基督徒，卻不信那為耶穌作驗證的聖經，也不信聖經所驗證的耶穌。我們稱他們為不信派，這怎麼能說是妄作驗證，誣陷別人呢？今天在教會中究竟是誰在那裏妄作驗證，誣陷別人？難道船逃得了神的監察麼？末了，丁君引了一段聖經上的話說：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的婦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這實在是一段很寶貴的教訓。可惜這段經文的前後旋有一些話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來，容我們把這段經文完全讀一遍。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婦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要意見堅定。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着，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聘活人的主。你這個人，為什麼論斷弟兄呢？又為什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經上寫着：主說，我憑着我的永生起誓，默瑟必向我跪拜，默口必向我承認。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14章1至12節。讀過這一段經文以後，我們清楚看見保羅寫這一段話，是因為當日羅馬的教會中有人為食物和日子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軟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這段話是對這些信徒寫的。這些人都是真信耶穌的人，他們不像不信派那樣，不信耶穌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穌替人贖罪，不信耶穌身體復活，不信耶穌再來。羅馬的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們只是在食物和日子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羅勸他們不要彼此輕看，彼此論斷。若把這段經文用在那些抵擋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錯了。論到這般人，我們所應當引用的聖經不是羅馬書14章，乃是約翰2書。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着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惡行上有分。約2 9至11節。我在本年5月23日的天風週刊上又讀到一篇汪為凡君的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我們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容我把這篇文章的前半錄在下面。我是1947年蒙恩的，蒙恩之後，很自然的喜歡和一些屬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靈性上有交通。因為我知道一切在主名下的人，和我一樣，都是主用寶血所贖回來的。可是慢慢的聽說教會裏有一些人雖然也稱基督徒，卻是不信寶血，
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復活，不信神蹟，不信聖經的。從此，在我腦子裏面開始虛構了一個派別，屬於這個派別的人是不信這樣，不信那樣的。但具體說來，到底哪一些人是屬於這一個派別，卻是不得而知。1948年，故人因到我們家向教會領罪賄的時候，第一次答覆了這一個問題。那就是說，凡是叫中華基督教的都是不信派，只有叫中國基督教的才是純正信仰的教會。同年秋天，我到南京讀書，經常在一處教會聚會，這一問題得到了更多的答覆。那就是青年會、公會禮拜的時候用唱詩班，禱告的時候用禱文的教會都是不信派，只有我所在的地方，或是和我們有來往的，才是純正信仰的教會。南京教會的三自革新運動開展以後，我接受了在反帝愛國基礎上團結的原則，但所謂信仰上的距離卻依然存在，一種純正信仰的優越感也全盲目地繼續支配着我的一言一行。我甚至這樣想過，在基督教的反帝鬥爭告一段落之後，接着的必然是納報信仰上的鬥爭，也就是我們純正信仰的人同所謂不信派所進行的鬥爭。1951年到杭州中國神學院讀書，就是帶着這樣的思想去的。在杭州中國神學院教書的10幾位老師是從不同的教會嚟的。最初，我算是根據同樣的原則嚟接近某一些老師，或是疏遠另一些老師。但通過多次的談話、交通、禱告，我開始發現公會的牧師竟也是敬虔愛主、和我信仰相同的人。特別是在金陵協和神學院將近3年的生活，我始終未有遇到往日所虛構起來的那一個不信派。幾年嚟，正像是做了一場噩夢，而今在夢醒之後，又回到了初蒙恩時的那一種單純的情況之中。我重新發現，一切在基督名下的人，無論是帶着中華的符號也好，公會的符號也好，都是主用寶血所救贖回來的。在他們裡面，有着和我相同的基督的生命，只是一種人為的鴻溝，使我們分裂了那麼久，那麼遠。我們中間雖也有些不同，但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異。這一些小異的存在，不但不會妨礙信仰，反而使大同更為充實，更為豐富。2年多來，我習慣了同聲開口的禱告，也願意用禱文的禱告，習慣了火熱如焚，也喜歡緘默與安靜，並且在這一切裡面都看見主、摸到主、經驗到主的同在。2年多來，我從10幾位有着不同神學觀點的老師，領受了主藉着他們賜給我的不同的屬靈恩賜。我和1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10多個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唱詩，一同禱告，一同交通，一同在主的聖壇前領受他的身體。我感到在這裡面有着一種領受不盡的豐富，嘗不盡的滋潤。我不能不說，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不能不說，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天風週刊1955年20期第5面。這一段話真令人驚奇萬分。汪君說，他在蒙恩以後曾慢慢的聽說教會裏有一些人雖然也稱基督徒，卻是不信寶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復活，不信神蹟，不信聖經的。從此，在我腦子裏面開始虛構了一個派別，屬於這個派別的人是不信這樣，不信那樣的。以後汪君又說，特別是在金陵協和神學院將近3年的生活，我始終未有遇到往日所虛構起來的那一個不信派。幾年嚟，正像是做了一場噩夢，而今在夢醒之後，又回到了初蒙恩時的那一種單純的情況之中。我們中間雖也有些不同，但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異。這一些小異的存在，不但不會妨礙信仰，反而使大同更為充實，更為豐富。我們讀了這些話，能不感覺驚奇麼？30多年來，稍明白一些教會的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與現代派的分歧。以往若干年來通稱為舊派和新派，怎麼到今日又變成了虛構起來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協和神學院讀書將近3年，難道沒有看過該院刊行的金陵協和神學誌麼？如果汪君未有看過，
好不好讓我介紹給他一點資料？金靈協和神學誌創刊號有該院副總務長韓彼得君的一篇金靈協和神學院介紹，內中有幾句話說：我們的神學院是由11個單位聯合起來的，各單位所代表的宗教關係、神學觀點和歷史傳統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懷念中，對這信仰問題是比較關心的。就是我們中間的一部分同工起初思想上也多少存着這樣的顧慮，但是經過聯合後彼此之間的實際接觸，我們很自然地把這個顧慮放下了。雖然我們之間在神學觀點上是有現代派和基要派或稱竹靈派之分別，但是我們發現我們所信的實在是保羅所說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為了貫徹互相尊重的原則，使每一位老師同學更好地在原有的信仰觀點上向前追求，教務處規定神學和聖經範圍內的若干課程各按現代或基要的觀點分班上課，這樣就保證了神學觀點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學上的自由。金靈協和神學誌創刊號第13面。金靈協和神學院是過去由15個大公會在中國或獨辦或合辦的11個神學院，內有3個聖經學院協合而成。大家所承接的基會傳統、所習慣的宗教生活有着相當的差別，有的在崇拜儀式上比較保守，在神學思想上反比較為新；有的在崇拜儀式上注重簡化、活潑，但在神學思想上反而極為保守；有的被稱為基要派、竹靈派，有的被稱為現代派、維新派。金靈協和神學誌創刊號第16面。金靈協和神學院的副總務長和教授都毫不隱諱地承認了該院內現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別，而且教務處規定神學和聖經範圍內的若干課程各按現代或基要的觀點分班上課，像這樣分班上課的學習制度，足證明了這兩種觀點中間是有着怎樣的距離。而汪君今天竟會認為這個派別是他腦子裏虛構起來的，這不是一件怪事麼？也許汪君要說他腦子裏虛構起來的是哪一個不信派，他並不否認有現代派這種人。那麼這就好辦了，請汪君展開耀中君所着的《黑暗與光明》那本書，從189面到191面，看看代派對於5種基本要道的講法，便可以知道哪一個不信派究竟是他腦子裏虛構起來的，算是實有其人。汪君說：我們中間雖也有些不同，但這只是大同中的小異。這一些小異的存在不但不會妨礙信仰，反而使大同更為充實、更為豐富。這幾句話怎麼與崔憲長君所說的話那麼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人是由於自然演進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變而成的。有人信耶穌是由童女瑪利亞生的，又有人說這不過是一個預言。有人信耶穌死是替人贖罪，又有人否認贖罪的道理。有人信身體復活，又有人說是否相信復活是與整個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大關係的。有人信耶穌的再來，又有人認為耶穌再來的說法只是一個詩意的象徵。這都不過是大同中的小異。這些小異的存在不但不會妨礙信仰，反而使大同更為充實、更為豐富。這種用小異所充實、所豐富的大同若更充實一些、更豐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滅了。我們不再多引證這一類的話了。我們想想，為什麼今日竟屢次聽見這一類不但歪曲真理，而且抹殺事宜的言論？是不是企圖藉此證明教會在信仰上並沒有某種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團列，乃是因為某種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團結而誇大信仰上的分歧呢？這些人作得太笨了。存在了幾十年之久，而且現今仍然擺在眼前的千真萬確的事實，只憑幾句臆造的空言就能抹殺得了麼？有信仰、有常識的信徒誰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猶太人的領袖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穌的事，誰不記得呢？不過受害的不是主耶穌，乃是那些謀害他的人。他們把主耶穌送到了榮耀裏去，他們自己卻遭了神的震怒。前面的車走上險路，已經翻在溝中了，為什麼後面使車的人船要走這一條路呢？我在這裏要鄭重說明，
我們不但不和這般不信派有任何聯合，或參加他們的任何組織，就是和一切真實信主、忠誠侍奉神的人也只能有靈裡的合一，而不應當有任何組織形式的聯合，因為我們從聖經中找不着這樣的真理和教訓。我們在信仰上的態度是，凡是聖經中的真理，我們都接受，都持守；聖經中所沒有的東西，我們完全拒絕。為向我們的神盡忠，我們不惜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歪曲和誣陷是嚇不倒我們的。人的嘴長在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願意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不過事實永遠是事實，不但神看得清楚，屬神的人也看得清楚。無論別人怎樣歪曲，怎樣誣陷，我們是為了信仰，